今集內容由 AI 導播，多謝收看及關注。美食強人陳豪龔嘉欣變身美食企業強人，企業強人呢對 CP 陳豪同龔嘉欣今次化身做美食企業強人，周圍發掘大灣區入面強中之強嘅代表美食，幫香港人整返個最貼地嘅美食指南。江湖見第二季，黎耀祥、麥長青繼續江湖之旅，超強嘉賓陣容曝光。第一季叫好又叫座嘅江湖見，第二季會去雲四川、甘肅、山西、長江三峽同江浙地區，繼續抱住讀萬卷書、行萬里路嘅宗旨，揾出金庸先生筆下嘅靚景山河，了解華夏歷史入面嘅江湖世界。第二季除咗繼續有師兄弟黎耀祥同麥長青拍住上遊雲江湖之外，佢哋仲揾埋藝人老友搞個江湖 reunion。根據巡禮宣傳片出現嘅藝人有陳浩民、米雪、范少皇同呂頌賢，真係值得期待。